係，因為我都係人哋介紹俾我嘅咋，我都係想跟住話你可以問下佢啦，了解下咁樣。好好好。咁我想問咧，你哋係專做邊度嘅工人㗎？我哋多數菲律賓同埋印傭姐姐。菲律賓同埋印尼。係。咁幾錢個月㗎？邊個千一個月啊？幾錢一個月咯？比如印尼咁樣。哦，OK，睇下你個情況。其實政府都而家係達4730㗎一個月，但係你睇聽唔到。4730，4730。4730。係。咁如果即係因為我嘅情況咧，我係主要湊小朋友啦，同埋做下啲家務咁樣嘅啫。係。咁冇老人家嘅屋企。係。即係唔需要照顧老人家嘅。係。咁咧，但係我提供唔到地方俾佢住嘅。哦，咁點啊？咁你想要佢喺出邊瞓覺係咪點咧？即係因為佢介紹我揾你呢個人咧，佢話其實而家有啲印傭啊，菲律賓姐姐啊，咁其實咧就唔需要俾地方，即係唔需要喺度過夜嘅。譬如朝頭早要幾點鐘嚟，跟住夜晚幾點鐘可以走咁樣嘅。我知，但係法例唔得啊嘛。法例唔得啊嘛，政府唔俾個工人喺出邊瞓覺，因為有乜嘢啊，你都要負責啊。哦，即係政府咧就唔俾工人。係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佢分咗喺出邊，其實有冇問題咧？有噶。如果有出事啦，佢冇保險啊嘛，保險擔保係你個屋企啊嘛，佢喺第二個屋企都冇保險，所以點解咧？政府講好清楚，唔可以係第二個做嘢，唔可以係第二個瞓覺。即係我一定要提供埋地方俾佢瞓覺。係啊，咁你話冇方啊，瞓廳得唔得啊？咁你嗰個睇個姐姐制唔制咯？咁你俾佢可能，如果係香港咧，佢會問下人工高啲啦。但係印尼過嚟係4730都冇問題。如果你香港經驗，而家喺香港，可能佢問下個人工高啲。但係如果你請係印尼過嚟，嗰係5000蚊到5500咯。即係如果要快嘅。佢呢個人已經喺香港嘅，就可以就5000至5500。係啦。哦，咁樣，咁我想問，咁我點知佢識唔識做啊？即係我點知佢識唔識湊小朋友啊？識唔識煮少少嘢啊？因為而家好多都係完全唔識嘅咁樣。唔係，因為點解咧？之前有冇做過啊？同埋你個經驗做乜嘢啊？當然啦，因對因及人啊嘛，因為佢話好叻煮嘢多，我屋企可能唔叻咧，因為我可能個味唔通噶嘛。但係要求佢你想要求咧照顧小朋友好緊要，咁你問佢你有冇經驗照顧小朋友，肯唔肯做？因為有經驗唔肯做都冇用噶。因為我哋有幾個，因為多數我哋會問個姐姐，我哋唔係玩啊，姐姐，你真係簽咧，希望可以2年啦。冇話做下唔啱我走啦，嗰啲我哋都唔需要咁樣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因為我哋多數問個姐姐未簽之前係咪真係可以做到，同埋我多數要問下你對工人好啲，如果唔係咧，工人都可以辭職噶嘛，可以翻印尼啊嘛。所以我明白，係啊，呢啲大家雙向噶嘛。啱係啊，你咁樣講。你對我，你咁，但係問題就係你唔識做，識少少唔緊要。呢個係一個我咪教你咯，係咪先？最緊要肯做啫嘛。啱。即係就算你識做，都未必啱我心水啊嘛。咁我咪教你做我啱心水嘅嘢咯。冇問題呢啲。係啊，咁嘅意思。咁但係我而家就係想問，如果我而家開始，比如我今個月開始喺呢度幫我請工人啦，咁大概幾耐會到咧？帶佢睇下佢工人姐姐幾時完約，6個星期到8個星期。6個星期到8個星期。係，如果早啲當 bonus 啊，因為有時好快嘅，但係 depends 個入境處啊嘛，入境處派幾時到我哋都唔知噶嘛，可能要係啊。而家佢4000當佢5000蚊個月啦，我即係打佢5000蚊個月啦，冇計得咁 detail 啦。咁我如果第一次請佢過嚟嘅時候咧，咁我係一共要攞幾錢出嚟啊？16000。呢個入邊包咗啲咩噶？包晒個印尼領事館啦、入境處同埋全部個資料咯，唔包保險，唔包機票。係即係16000以外，再要另外俾保險同埋機票。係。咁呢個係幾多錢啊？
咁係保險咧睇下，因為保險咧有普通個保險1200，有個生 cancer 1600。哦，係啦，呢段2年嘅保險2年嘅。機票就我諗千零蚊啦，係，即係大概請個工人，如果 OK 嘅睇得啱嘅，睇完資料嘅，咁around 20000蚊就可以嚟到啦，係咪？我覺得如果香港呢邊到19000咁樣咯，如果你話印尼過嚟都係大概2萬咯。哦，即係你哋而家香港仲有印傭喺度嘅？我哋都好多㗎，其實我都有幾個姐姐。我想要問下你住喺邊咧？我住喺九龍灣咯。九龍灣，屋企幾大啊？我屋企係人多。有幾多人喺屋企？我阿妹、我爸阿媽，咁我太太同埋我小朋友咯。4個大人1個小朋友咁嘅意思？係啊。OK。咁正常其實要求嘅嘢就係好簡單。屋企人喺度，咁大家一齊湊小朋友。有空餘時間就洗下衫、晾下衫啊。煮飯呢一 part 咧，咁未必話一定要佢煮嘅，咁即係屋企執一執屋企啊嗰啲咯，即係唔會話要佢做由朝做到晚嗰啲，一路我哋自己都打工噶嘛，我哋明白噶嘛。明白，因為我咧而家喺手咧有一個工人姐姐，我都識得佢，我都有同佢個簽個僱主傾，我可以介紹俾你啦。因為呢個工人姐姐幾好啊，因為我同簽個僱主有傾啊，佢10年一個僱主啊。咁佢自己佢喺香港做咗幾年啊？佢自己有做幾年啊？等一陣先啦，我要睇下先。哎呀，真係好多電話入，等一陣先。佢本身係香港幾耐？14年喺香港，6年係新加坡，同埋14年係啦。跟住6年喺香港，6年喺新加坡。係。咁佢係普通簡單中文 OK 嘅。佢識噶，普通中文識噶，唔係話好叻，但係。幾多歲到啊？啊？幾多歲到啊？46歲。46歲。係啊。因為你得閒轉頭你 send 啲資料俾我。我即刻 send 俾你。而家即刻 send 俾你，因為我覺得呢個幾好，因為點解佢自己都唔需要翻印尼，因為佢出咗僱主 OK 噶啦。我有同佢簽個僱主傾噶，因為我問佢其實佢做嘢好唔好，佢係好好噶，因為而家小朋友大啦，同埋咧佢有2個工人姐姐喺屋企。所以長期服務金都有俾佢噶，佢個僱主都幾好啊，之前個僱主。但係我真係冇地方俾佢住嘅，可能真係要。咁呢個嘢咧，私下同佢傾咯，冇所謂噶。咁我可以探佢咧，我希望你對個工人姐姐好啲啦，因為其實講真，我屋企都冇工人地方。